来继续来看高雄市政府今年的顶半年所开出的超速的罚单超过70万张，替高雄市政府入效将近2亿。重点是，这个罚单拢毋是警察开的哦，拢是自动超速的摄像机所翕的。高高的罚单一塔过一塔，数量是非常惊人。高雄市府敢若伫顶半年。 违规超速的罚单就开出706065张，罚单的总金额咧嘛接近2亿，这数字非常大笔。其实所开出来的罚单，大部分拢毋是警员拿走，是测速杆。就是针对多项违规的话，有在3处设置比较属于科技执法的部分。 由于违规的路段拢设伫这测速杆，提醒用路人伫经过的时阵，爱记得放慢速度。但是对残留的测速杆，顶半年就开出将近1000万的罚金，可见民众遵守交通规则的观念也无够。第1名的话大约9000多件，那罚金大概1000万左右。然后第2名跟第3名都是在5000件左右。 超速当讲是高雄市交通违规第1名项目，替高雄市府绩效至少1亿7500万以上，被民众称为是拢无人性的测速杆。第1名就是这支伫残留测速杆，半档内都翕1万张以上的超速相片，开出来罚单超过1000万。但是警方表示，未来会加强处理，希望透过开罚来加强民众对交通规则的重视，嘛会当宣导正确的观念，保障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